这几年来，经过 SARS、H1N1 也有新冠肺炎等等重大疫情，胸坎科的医师这个过程当中是拢真辛苦。不过，因的付出甲所得算是天差地，造成这2年来胸坎科是拢招无人。台湾胸坎动静加护医学会上礼拜去健保署申请，呼吁健保给付的点数都爱调好悬。若无后一波感染的病毒，若是搁活来，胸坎科的医师搁欠人。这恐惊会造成国安的危机。过去20多年，经过 SARS、H1N1 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，胸腔科医师拢负起真大责任，伫诊所为重症患者插管。啊，毋过辛苦甲所得无成比率，常常互医界经体工作无行佮危险，健保点数低，佮被告。这2年来，胸腔科新进的医师是落真多，真一间医学中心甚至是挂零招无人。下班之后，有时候一通电话，也把你叫去医院，因为病人有状况。责任重的同时呢，假如出一点纠纷呢，可能就很容易被告上法院，就离监近了。所以根本是钱少事多，责任重，离监狱近了。4年以后，假再发生一个重大的这个传染病的时候，那我们国内这个胸腔科医生就会很少，这样几乎就是一个国安的问题了。根据台湾胸腔甲动静加护医学会统计，目前国内职业的胸腔科医师有1300多人，其中40岁以下仅然202人，比例不到1%5，平均年岁超过50岁。毋但年纪是较大，而且收入比段位科加2-3倍，所以胸腔科医学会呼吁健保署应该提悬气管类事件、胸坎类科检查项目的健保给付点数。已经讨论过，请他们也回去继续呢，送出更具体的版本，我们会优先来检讨这些支付的点数。健保署回应强调，会透过医疗服务资源放向相对单来改善计划，达到调悬健保给付点数。另外，医疗诊疗问题因为看下层面较大，卫福部也会有政策形成，让医师的人力发展未当头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